南韩的首尔27是落今年寒天头一场雪，积雪有16公分半，创下52年来积雪上高的纪录。也那落雪嘛造成一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。韩国媒体就报讲，一寡所在因为落大雪，有150班的航班，也有89班的客船，拢因为落大雪来取消。首尔27度初雪，加速金北大地。也路条为1907年伫全国雪监控站了后，有记录以来上大落雪量。韩国气象厅表示，当日早起7点测到16.5公分的积雪，超过1977年11月212.4公分的纪录。首尔北边甲附近地区落雪量200毫米。 저번 주만 해도 막 그 11월 가을이 약간 좀 따뜻하다고 느꼈는데 이게 일주일 만에 거의 겨울 왕국이 된 느낌이어서 저녁에 퇴근할 때면 혹시 길이 미끄러워서 좀 괜찮을지. 当日进前，首尔部分地区因为秋倒去停电超过150户受影响。韩联社报道，当局针对首尔宽甲江原道顶地发出大雪预警，到下晡6点，150只航班甲89只客船取消。当地媒体报道，要求道路封起交通服务延误等。另外，伫首尔附近的洪川郡，有人因为天气造成交通意外不幸死亡甲受伤。除了首尔，全国大部分地区也雨大雪砍掉咧。中部、东部的西南部地区。 落雪量100到230毫米，全国机场至少220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。国际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